Hello， 大家好，又係我權仔啊！今期咧嚟到中山華發君山水嚇，今日咧就俾大家推薦下我哋身後呢個14座嘅型樓嚇。而家14座咧剩低嘅貨量都唔多噶啦。其實而家加推緊嘅咧就係我哋13座，但係13座咧佢就係帶埋精裝修嘅。嗱，如果大家想要自己裝修嘅朋友仔咧，嗱就可以揀翻我哋14座。14座咧，而家有幾個靚嘅樓層嚇，108平方嘅中高樓層，即係話20幾樓嘅樓層都有嚇，可以俾大家去選擇啦。108平方嘅，嗱，今日權仔就要影俾大家睇㗎啦嚇，即係景觀視野嘅話咧，都可以望向我哋出邊嘅景觀，同埋別墅景嘅景觀，同埋睇到我哋山景嚇，亦都係型樓。14座咧係型樓，如果你要買13座嘅話咧，佢就要等到年底之前先可以交樓嘅，係啦，時間咧就有啲長 ，OK， 如果大家即係想要108平方嘅，今日呢條視頻咧，大家就不容錯過嚇。君山水呢個小區咧，型樓狀態，出邊咧有直通巴士翻去香港嘅，一日有2個班次嚇。然之後咧，我哋嘅商業街嗰邊咧，有生活超市，有萬家超市，有通販，有下午茶，有我哋健身房。等等呢啲配套設施咧都有嘅嚇。如果大家想要去到大商場嘅話咧，就揸車過去我哋嘅順昌廣場，10零分鐘，大概咧就12-13分鐘啦，就可以到啦嚇。出去咧就係105角道，上去就係石岐東區南區20零分鐘，落去珠海都係20零分鐘嚇。交通嚟講嘅話咧，都係比較方便嚇。如果大家有部車嘅情況咧，會更加方便啲嚇。OK， 喺呢度嘅話咧。有啲人會話，打唔打到滴滴啊？打得到嘅嚇，因為你落樓咧打滴滴，滴滴司機咧就可以過嚟我哋君山水嘅一個樓棟樓下咧接翻你過去任何一個地方噶啦嚇。OK， 呢個打滴滴嘅情況大家就唔使擔心。好，我哋廢話唔多講啦嚇，直情咧上去我哋14座睇翻我哋嘅實體樓景觀同埋價錢如何嚇。通過權仔買樓朋友仔嚇，權仔呢邊咧送翻大家一個產權車位，唔使加錢，唔使加9999蚊，直情咧送翻俾大家。然之後咧，再贈送大家38000蚊嘅芝華士品牌家私16件套俾翻大家啦嚇。通過權仔買先有嘅嚇。如果你自己過嚟售樓部買嘅話咧，係冇嘢送嘅，任何嘢都冇得送嘅。大家要清楚明白，因為你自己過嚟售樓部咧，你就屬於開發商嘅客人，唔係屬於權仔嘅客人。呢個規則咧，大家一定要明白了解。好，而家咧我哋正式上去我哋14座睇翻我哋幾個單位嘅景觀價錢究竟係點樣嘅，出發啦！現在權仔咧嚟到我哋君山水14座現場啦嚇，睇翻我哋今日要睇嘅108平方4房單位嘅嚇。大家可以睇到啦，而家權仔嚟到21樓嘅，都係2梯4伙嘅嚇。OK， 我哋21樓咧景觀都係比較開揚啲嘅，大家可以睇到啦。而家我哋隔離咧都係裝修緊㗎啦嚇，01都係108平方嘅。而家我哋睇嘅咧就係04單位嘅嚇，呢套單位咧走廊就比較長啲，然之後咧呢邊有個門嘅，呢個門咧係消防門嚟嘅嚇，樓梯位，然之後咧呢邊有2個窗嚇，2個窗，通風效果咧肯定係比較好啲嘅。然之後今日要睇嘅咧就係呢套單位嚇，04單位啊，04單位無批交付㗎啦呢套啊，大家可以睇到。咁樣嘅就係大家收樓嘅樣子啦嚇，右手邊有個房間啊，呢個房間咧都可以做一個 BB 房嘅，出到嚟對面有個我哋嘅鞋櫃位置嚇，然之後呢套單位咧108平方係南北對流嘅2個陽台嘅嚇，陽台都係比較大啲嘅，大家睇到呢個採光咧亦都係非常之 OK 啦嚇，因為21樓採光咧肯定係 OK 嘅，呢邊咧。
嗱就係陽台嘅位置啦嚇，睇翻出去嘅景觀視野咧比較開揚啲嚇，可以睇到我哋前邊嘅別墅景，樓下嘅景觀園林景嚇，21樓。咁啊呢個陽台嚇都係比較大啲，比較長啲嚇。咁啊如果大家後期有需要嘅話咧，都可以封窗嚇。咁啊封完窗咧，將個廳攤出嚟，成個空間又大翻少少啦嚇。咁啊再行翻過嚟。嗱呢邊嘅話咧就係我哋嘅一個餐廳位置嚇，咁啊呢邊嘅採光咧都係幾好嘅。然之後對面咧就係我哋嘅廚房位置啦。嗱廚房嘅話咧同樣都係有個窗喺度嘅。出到嚟嘅話咧就係我哋嘅次陽台。嗱我哋主要睇嘅咧就係佢嘅景觀啦嚇。而家係21樓嚇，21樓睇翻過去嘅景觀咧，嗱大家可以睇到幾乎成個觀山水嘅園林景都可以睇晒。然之後咧呢邊有個山景俾到大家睇嘅嚇，呢個咧係五桂山嘅山景，所以住喺呢度咧空氣肯定係 OK 嘅嚇，空氣咧比較新鮮啲嚇 ，OK。咁啊再行翻過嚟睇翻入邊4個房間，嗱呢邊咧係第2個房間啦嚇，呢個房間飄窗讚曬嘅嚇，然之後咧園林景都可以睇到，房間都係比較大啲。對面咧有個廁所，呢個廁所。戶型格局咧，嗱呢個戶型格局，權仔之前都拍咗好多噶啦嚇，大家睇到呢拍牆都知道嚇，呢拍牆咧都可以 book 噶啦嚇，係啦，呢邊係一個房間嚟嘅，主要咧就係俾大家睇下我哋觀山水呢個單位嘅視野景觀係點樣嘅嚇，大家睇下中唔中意先。嗱呢個景咧就係睇翻園林景嘅，園林中軸線嚇比較靚，然之後咧右手邊都係望到我哋五桂山嘅山景，咁啊睇翻出嚟嚇。呢邊咧就係一個主人房啦嚇，咁啊我哋主人房咧都比較靈活啲啊，呢邊咧係可以 book 咗佢嘅，呢邊咧係廁所，然之後咧可以將個門咧做喺呢邊嘅嚇，係啦，咁啊後期睇翻大家點樣去設計啦。嗱呢邊咧係有一個房間擺埋一張床嘅，然之後咧飄窗都係讚上嘅嚇。大家可以睇到啦，呢邊零四咧就係睇翻我哋出邊嘅園林景嘅，有少少嘅西斜嚇，但係咧唔緊要，佢都係幾乎朝南多啲嘅嚇，西南朝陽啦。睇翻我哋出邊嘅一個別墅景景觀，同埋深鄉神灣嘅城市景。呢邊嘅話咧就係廁所嚇，呢個廁所係比較大啲。嗱，然之後咧有個窗喺度嘅 ，OK。咁啊呢個戶型咧就係我哋觀山水嚇108平方嘅4房2廳2個廁所啦嚇。咁啊成個戶型咧都係比較通透啲嘅嚇。OK。咁現在咧權仔就俾大家報翻個最終嘅成交價錢啦嚇。咁啊我哋華發觀山水而家14座嘅樓層都比唔多㗎啦嚇。咁啊今日權仔咧揀翻2個比較靚啲嘅樓層俾大家去參考嚇。咁啊，我哋14座21樓04單位，即係呢套單位啦啊！成交嘅最終總價咧就係656000蚊，有交易啊！656000蚊，係啦。咁啊，如果大家要首付15成嘅話咧，咁啊首付款咧就係99000蚊，即係接近10萬蚊啦。然之後月供30年嘅話咧，就係2300蚊，月供20年嘅話咧就係3000蚊，月供10年嘅話咧就係5300蚊啊，大概咧就係呢個價錢嘅嚇。OK， 咁啊如果大家對呢套單位有興趣嘅嚇，WhatsApp 翻權仔啊，咁啊接落嚟咧權仔帶大家睇下另外一套單位嘅景觀視野同埋價錢啦，究竟係點樣嘅出發啦。好啦，咁啊現在權仔咧嚟到我哋觀山水14座嘅現場啦嚇，咁啊呢套咧都係04單位嘅嚇，咁啊呢套咧大家都睇到啦。今次我哋睇翻21樓，而家咧睇翻一個22樓，樓層咧都相差不大啦嚇，就喺上下樓咋啊，咁啊然之後咧戶型格局全部都一模一樣噶啦嚇，只不過咧價錢咧就有少少一個區別啦嚇，咁啊現在咧權仔就唔多介紹啦，直情咧俾大家放一個空鏡嚇，一鏡到底嘅模式，俾大家展示下成套單位嘅戶型格局、景觀視野，同埋咧一陣權仔喺最後尾咧報翻個最終嘅成交價錢，俾翻大家去了解。而家咧我哋就正式睇一睇呢套單位嘅一個視野、景觀、格局。
啱先權仔咧就俾大家展示翻呢套22樓嘅04單位108平方嚇，4房2廳2個廁所嘅，咁啊都係同樣2個陽台嘅嚇，次陽台同埋主陽台嚇。咁啊呢邊咧係朝南嘅，有少少嘅西斜嚇，西南朝向，但係景觀視野嘅話咧都 OK 啦嚇。睇翻我哋出邊嘅碧水景啦，同埋我哋嘅沿南景啦嚇。OK， 咁啊今日咧就係拍咗呢2套單位嘅22樓同埋21樓啦嚇。咁啊現在咧權仔就俾大家講下呢套22樓嘅一個整體價錢嚇，最終嘅一口價錢。呢套單位係14座22樓04單位，咁啊最終嘅成交價錢咧就係66萬有交易啦嚇，66萬就可以買到呢套單位現樓狀態嚇。OK， 咁啊首付款咧15% 就係10萬蚊，然之後貸款咧就係56萬1000蚊，月供30年嘅話咧就係2360蚊，月供20年咧就係3100蚊，月供10年嘅話咧就係5400蚊嚇。咁啊另外咧有幾個費用要交嘅嚇，一個咧就係物業管理費，每個月都要交嘅，2.8蚊每平方，一個月咧亦都係304蚊啦嚇。咁啊維修基金咧就係一次性俾嘅。維修基金係70蚊每平方，咁啊呢套單位108平方嘅情況咧，咁總價咧就係7588蚊嚇，一次性交就得噶啦。然之後咧有一個房屋嘅契稅嘅話咧都係一次性俾嘅1個點嚇，咁啊總價嘅1個點咁就係6000蚊嚇。然之後咧有一個律師費咧就係1400蚊 ，OK， 咁啊呢啲咧都係一次性嘅，除咗嗰個物業管理費咧係每個月需要交嘅嚇 ，OK。咁啊，整體嘅一個費用都喺度㗎啦嚇。咁啊，如果對於觀山水有興趣嘅嚇，要現樓嘅要毛坯自己設計嘅話咧，而家14座咧有靚嘅樓層俾翻大家去選擇啦嚇。咁啊，觀山水呢個樓盤嚟講嘅話咧，而家商業街都係開咗8、9成㗎啦嚇。樓下咧都有直通巴士俾大家坐車翻去香港太子荃灣呢啲地方啦嚇。然之後出邊咧就係我哋嘅105角道啦。咁啊，想去市區嘅話咧，都係20分鐘啦，落去珠海嘅話咧都係20分鐘啦嚇。咁啊，你有部車嘅情況咧係非常之方便嘅，而且呢個樓盤咧主打一個休閒退休度假嘅一個樓盤啦嚇，總價都唔高嚇，性價比比較高啲嚇。如果大家想呢啲平平地嘅環境靚嘅咁啊空氣好嘅，咁啊心鄉呢個華發觀山水，大家就一定要過嚟睇一睇啦嚇。而且咧都係華發嘅，咁啊華發咧喺珠海起家㗎啦嚇，都係比較有實力嘅一個樓盤開發商嚟嘅。OK， 咁啊如果大家想要觀山水嘅朋友仔咧，都可以 WhatsApp 翻權仔嚇，權仔嘅微信同 WhatsApp 咧都喺左手邊嘅，添加翻權仔嚇，可以約翻權仔過嚟現場睇樓啦。咁啊，通過權仔買樓嘅朋友仔咧，權仔呢邊咧直情送翻大家價值38000蚊嘅芝華士品牌家私俾翻大家，另外咧再贈送一個產權車位俾翻大家嘅。OK， 咁啊呢個咧就係所有嘅一個優惠俾翻大家啦嚇。OK， 今期嘅節目咧，我哋大致就已經喺呢度啦嚇。關注我哋啦，令你多一個大灣區朋友。我係權仔，持續為你帶嚟大灣區嘅最新資訊。我哋下期再見，拜拜。